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青銅，咁我今日就要嚟拍埋第二段啦，Part Two 係啦，呢個時空超越啦，咁啊，我哋拎埋呢堆嘢先，第二堆卡啊，哦，剩低嘅15包又嚟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5啦，係啦，剩低嘅15包又嚟啦，咁我哋又繼續開始我哋嘅片咯喎，繼續開咯，我哋要。咁其實之前嘅就喺晒度啦。咁我哋而家開新嘅，睇下啲咩咯，好緊張。咁之前嗰啲就靚嗰啲照落喺度，唉冇，算啦，冇啦，由佢啦。我擠喺另外一邊先。好，擠喺大家睇唔到嘅地方。咁我哋繼續開始開呢個啦，第一包啦，Part Two 第一包。好，唉，又係呢張 BB 仔呢張，跟住呢張。好，神劍未見過啊！呢張上一集，晾喺度先。好，一大堆白卡啊！哦，乜咁扁佢？唉，唔好，呢度折翻入去算啦，擋一擋佢啦。第二包，好，睇下啲咩先。嘿，好得意，到呢個，清，呢張又係上集未見過嘅。哦，R 啦，都係，晾喺度先。哇，上集嗰啲大沓，嗯，好，第三包。嗯，嘿，影分身，哎，又係上集未見過嘅。好，OK 啊，開始啲新嘢可以出嚟啦，第四包啦，哎呀，蝕到添，喂，弄近啲啦，咁樣啦，去攞嗰啲好啦，咁樣啦，繼續，嘿，咩嚟嘅？哇，天長，知咩歲獸？麒麟嚟喂，麒麟，又係咁，歲歲之閃，但係又係咁樣嘅個背景，因為呢張係 G Zone 啊嘛，上一集講過，係啦，攞喺度先，繼續第五包，第五包啦，好，繼續，嘿，哇，靈盾，OK，當喺度，靚晒，閃晒張靈盾真係，好，第六包，咁樣嘅，好，嚟啦，繼續，哦，玉桂之騎士，又係阿盧，第七包，好緊張啊，到第七包啦，好，嘿，哇，哈哈哈哈，中啦，炎帝龍王，靚啊呢張，等等，入個圖俾佢先，
好，啱張靈盾都係。好，入個套俾佢靚一靚先。好，到第幾包啊？第8包係嘛？係咯，第8包。咁難拎嘅，我得啦，拎到啦。一陣，嘿，跟住咧，阿佬，我呢個，嘿，第9包。好，阿盧閃 level 3啊，第10包。睇下先，第1張啊呢個，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第5張，哦，呢隻啦，上次你見過嗰隻，終於出嚟啦佢，好靚嘅一隻。唉，算啦，OK 嘅都。到呢個11，第11包，但好快啦，好快呢次開得越嚟越快啦。但係咁快啊，11包啦。哎呀，好，咦，自己咁咩嘅？個肚折埋咗，好，唔係個袋折埋咗，唔係個肚，講錯嘢。等陣先，去，使唔使對一對焦先？冇理啦。等陣先，有啲蒙蒙地。好睇到啦。第1張，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第5張，好緊張。去，哦，中呢張，又俾個套佢先啦。喂，搞掂。好，即時入套呢個做，放翻高少少啊，費事睇唔到啲 level 嗰啲嘢望唔晒啊。好，較高少少，咁樣啦，好，好嚟啦，我哋而家係第12包，第12包，超緊張，第12包，又係呢張開頭啊，跟住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切，哦，我呢隻啦，好緊張啊，最尾2包啦，會唔會抽到靚嘢？唔會冇啊嘛？等陣先，點解你肚突然之間咁大嘅？應該好似，等陣先，唔係喎，一樣咁大喎，算啦。既然一樣咁大，就唔好理咁多啦。好，到第14包，啊，慘啦，會唔會冇靚嘢㗎？慘啦慘啦，最尾2包啊，睇手氣啊真係。亂啲亂啲，手氣翻返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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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冇下邊簽名卡，靚啲靚啲，拜託拜託啊，靚啲靚啲。第1張，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最尾1張，去，哦，又係呢隻閃，慘啊呢次，
會唔會收唔到靚嘢㗎？最尾一包啦，神聖嘅最尾一包。哇！你睇幾厚？哇！嗰兩次一夾埋嘅嗰份白卡數係勁多。哇！一隻手都啱好遮得晒咋。去，當喺度。好啦，我哋開最，誒唔係喎，呢包係第13包啫喎，唔係第14包啫喎，仲有一包原來。好，我哋最尾兩包。哇！睇下中啲咩啦？依家真係好緊張。最尾一張。哦，靈盾，靈盾，太好啦！至少俾翻嗰張靈盾我，係好嘅一件事。好，入翻呢個圖，但係咁咪變咗中唔到封面嗰隻咯。唉，我又想用封面嗰隻喎，點解唔俾我中？算啦，之後會再爆第二次嘅啦。但會唔會拍片我就唔知啦。好，咁我 down 咗隻新 game 啦，係刀劍神域嘅，係啦。咁我唔知之後會唔會拍玩幾鋪啦。咁樣啦，玩咗冇幾耐嘅啫，我都係。哦，好低啲啊，而家仲係。緊張啊！第二隻，第三隻，第四隻，最後一隻。啊，係冇靚嘢嘅。哦，冇靚嘢啊，冇靚嘢啦。哎呀，手氣差。好啦，真係手氣差呢次。救命！咁我哋分翻啲牌出嚟先。好，入過套嘅嗰4張。好，咁樣啦。咁啊，入呢個入面啦，就有呢個，就係呢次抽到嘅嘢啦，係啦，特別閃啊呢張，我中意啊，特別閃。不過呢張仲唔係封面嗰張，仲未係封面嗰張，你睇下，封面嗰張係咁噶嘛，呢個咁嘅，係唔同噶，所以我未中到封面嗰張啊，之後會再爆噶，希望中到啦吓。可能會開埋時空龍嘅禮盒版本嗱，係啦就係咁樣啦。咁我再覆埋呢個 R 卡，就完呢一集咯。係啦，第一張咁樣咯。係啦，我唔數第幾張啦，你哋自己睇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就係咁多啦，冇晒噶啦。咁我使唔使分翻個 level 先？4、3、2、1、4、2、1、1，好，稍為分一分好先。好，要分嘅不分好啦。咁我哋呢，總共有100卡呢，有咁多白卡啊！你哋可以見到有咁厚嘅白卡，冇咩可能啦。唉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啊！真係超厚呢沓嘢。咁啊，如果中意我影片呢，就可以 like 佢嘅影片啦，訂閱我啊，係啦，記住訂閱我啊！我會拍多啲呢啲嘅片啊，拍多啲關於開封嘅片啦，打機片，係咯，呢2款片啦。咁我哋今集係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唔係下集再見，
係下一條片再見啦，係咯，下一類型，下一種類型啦，打機片啦，嗰陣時應該會，嗰陣時再見啦，係啦，咁我哋係咁先啦，拜拜。